每年農曆年尾，好多朋友都好關心來年嘅生肖運程。冇沖犯或者本命合流年嘅固然好，如果有沖犯就會急謀對策。係咁，點先算係犯呢？聯豐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最簡單嘅生肖相犯原則。其實要計算嘅並唔係生肖嘅本身，而係生肖所屬嘅地支。譬如你喺1984年2月4日立春之後出生嘅，當年係甲子年肖鼠，咁子鼠就係你嘅本命啦。12生肖配上12地支，就係以子配鼠、丑配牛、寅配虎、卯配兔、辰配龍、巳配蛇、午配馬、未配羊、申配猴、酉配雞、戌配狗、亥配豬。配對之後嘅支肖各有特性，再加上結合天干之後，就得到完整嘅五行陰陽同立甲卦理。我哋關心嘅生肖相生相犯，就係來自呢一連串嘅平衡關係。今次主要同大家分享係命理上本命跟流年嘅相犯。犯嘅形式有5種，包括有本命直、本命沖、本命破、本命害同本命刑。如果你嘅本命生肖響流年度遇上以上任何一項或者多過一項嘅情況，命理上就總稱為犯流年。響道教嘅神論哲學之下，亦稱之為犯太歲啦。犯年嘅學理係從五行陰陽卦理當中嘅生克制化關係所推算出嚟嘅能量表現。學理上就比較艱深，但係最終結果可以喺支肖卦位嘅排列度好容易咁揾到佢哋相犯嘅軌跡。大家睇睇，本命直，命理上叫伏吟，意思係年值本命。本命年本來係吉論嘅，但係負面影響係思緒凌亂、心情繁瑣，所以吉凶參半。本命沖，命理上叫反吟，係由本命數落6個生肖嘅180度對沖。犯沖者主失運，謀事多咗，障礙重重，事倍功半。本命破，命理上叫偏沖，係以連卦陰陽順逆方式以90度嘅橫撞，就係所謂嘅太歲當頭坐，無福恐有禍啦。犯者主二焦傷損，多病痛。本命害係屬中犯，響卦位圖上以經線為軌跡。犯者主得失常伴，容易因為得意忘形而導致樂極生悲。本命刑響學理上就比較複雜，當中有辭世之刑、有恩之刑同無禮之刑，亦有4個生肖嘅字刑。犯者主口舌是非多，本來屬於輕犯，但係本命刑嘅出現係經常會同其他嘅沖犯交疊，所以有命理學者亦視佢為直沖破害嘅催化劑。其實本命年只係整套命理當中嘅一小部分，是吉是凶當中需要分析嘅條件實在太多啦。有機會希望可以進一步同大家分享。實質上犯年有時都唔係咁得人驚嘅，有好多姻緣有咗嘅適婚男女都係藉犯年先至觸動紅鸞，成其好事嘅。最後送一個生肖相犯嘅列表俾大家，咁就唔使計算咁多，任何流年生肖相犯都一目了然啦。